来看到赛车真是要注意，有人违规走去车路翕相，害桥倒摆的人为了要闪避，险险啊离残倒车。一个桥倒摆的人经过台北捷运西门站附近，雄雄有人为了要翕相，安尼啊，一个拍电火，电火雄雄就啊倒过来，害这个桥倒摆的人险险啊，互电火撼到。详细一个甲看，原来是一个查甫，抑有一个查某，我伫路中央的造化线，利用西门町的夜景要翕真迷人的相片，结果因为现场风伤过头，电火互风扇倒，险险啊害人去伸到拳头皮。警察讲，这款的行为嘛已经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，安尼写法。乌托邦经过，雄雄路面有一个物件倒落来，真危险，差一点仔就挡袂牢刹车。速度放慢，详细看，无看唔到，就是一支拍光利用的灯。但是这毋是摄影棚，是大马路上的车化线。原来这个查甫人当咧替水姑娘啊翕相，要摕西门町的夜景来翕真水的相片，无想到风一吹，灯就倒落来，互骑乌托邦的人惊一个。刚好倒下来，旁边那一台就吓到，然后前面那台也回头看一下。那好险，那时候是没有什么车。如果有车的话，就像前面那有公车经过，一定会砸到。违规徛伫咧车化线顶悬来翕相，偏灯倒落来。不过这个摄影师敢若阁无紧张，豆豆行过去将伊扶起来，拍算要继续来翕，互人看到拢替伊感觉真紧张。比较不好，对啊，危险。是蛮危险的，因为它在两个交叉处衔接口。捷运西门站3号出口的这个草化线正对西门商圈，是不少观光客喜欢拍照取景的地点，但小心这个行为可能会违规。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无按照规定来过马路，也是伫咧车道顶面来停伤久，就会开罚行人违规300块。为着要翕水相片，违规先唔讲，若是造成更加严重的意外，这都唔那是罚钱就会当解决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